各位听众朋友，大家好！你即马所收听的是爱情广播电台，由小弟所主持的《无爱真懊恼，有爱卡镜头》。本节目由男子汉病病院本部独家所提供。先来报道新闻。今仔日是情人节，高教找无伴协会伫今日下晡召集全国所有的罗汉卡，伫各县市政府面头前喊话：情人节拢是恁兜的代志啦！抗议每一摆的情人节，就会看到规街路牵手的情侣，甜甜蜜蜜的情景。互因感觉目睭人擦擦红记记，愈看愈生气。食要落饭兼便秘，建议政府日后宣导情人节唔通出门，至厝食泡面配豆花就可以，才袂破坏这罗汉卡出门飘撇的气毛子。嘿，倒手正手拢袂酸，要歹势伤着。正手用袂酸，拍甲要学青。一个人影较快活，哪道带某生囝，要厝搁要车。倒脚只脚穿拖鞋，行世界玲珑西。一个人影较快活。哪道找一个伴，大家在怨气。朋友啊，三八兄弟，你若孤单，阮甲你来作伴。爱人啊，缘分两味，敢是命中注定无头花？罗汉脚，拄过乱年。情人节拢是恁家的代志，倒口正细拢是尖。哎呀，温爱真插目。一个人也较寂寞，啥人甘愿孤单生活一世人？朋友啊，三八兄弟，你若孤单。来作伴，爱人啊，缘分两味，敢是命中注定无头花？罗汉脚，拄过乱年，情人节拢是恁家的代志。来作伴，爱人啊，缘分两味，敢是命中注定无头花？罗汉脚，拄过乱年，情人节拢是恁家的代志，情人节拢是恁家的代志。